呢座橫跨石井河近200年嘅古橋，曾經就係廣州軍民抗擊英法聯軍嘅烽火前線。咁呢個彈孔呢，就係最直接嘅歷史見證啦。嗱，咁呢座石井橋係點嚟嘅呢？咁講到起橋嘅故事啊，真係神奇啦。咁喺道光嘅11年啊，即係1831年呢，石門有個石匠叫做周合星，咁成日咧就幫人過河嘅。咁有一次呢，佢就扶完個阿伯過河之後呢，阿伯就話啦，自己唔見咗隻鞋，要去揾翻。咁啊，周合星呢就幫手揾啦，揾到之後呢，個阿伯着翻對鞋，突然之間就健步如飛。咁周合星呢就覺得，呢個阿伯呢肯定就唔係普通人啦。咁當佢同阿伯講起想整橋呢個念頭之後，阿伯呢淨係講咗一句有志者事竟成，跟住就消失咗啦。咁當晚呢，周合星呢就發夢見到阿伯教佢點樣去設計座橋啦，先知原來呢一位呢就係傳說中嘅黃石公。後嚟橋嘅兩邊就刻有對聯啦，彼岸逢黃石，橫江映白虹，好盡仙人侶，能通4馬車，就係紀念呢段古仔噶啦。不過石井橋最威水嘅歷史就要數第2次鴉片戰爭嗰陣啦。咁喺咸豐6年，即係1856年嘅9月啦，英國就以阿羅號船事件為藉口，挑起咗第2次鴉片戰爭。咁第2年呢，法國又藉口馬神甫事件呢，同英國組成咗侵華聯軍攻陷廣州。咁而兩港總督葉名琛呢就被俘啦，兩港巡撫柏桂等官員就投降啦。咁啊，英法聯軍就組成咗3人嘅委員會對廣州實行咗控制。咁清官府啊成為咗地方性傀儡政權咧，長達3年咁耐啊。咁喺咸豐9年，即係1859年嘅1月4號咧，成千個英軍咧就嚟咗石井鄉呢度搞事啦。咁當地升平社學組織嘅民兵同埋街坊咧就齊反抗啦。咁喺石井橋附近咧就打咗場激戰喎。咁最後逼到英軍咧就要撤翻去廣州城。咁而家行過呢條橋嘅南邊西起第5塊石欄板咧，仲清楚見到當年英軍炮彈打穿咗個窿嘅。咁呢一個彈孔就成為咗重要嘅歷史見證啦。講翻座橋咧，當年就係兩岸街坊出入嘅必經之路，成座橋68米長，3米8寬，用晒花崗岩石咁砌成嘅，有6個橋墩、7個橋窿。咁喺橋墩嘅前後咧都有分水尖設計，專門咧就用嚟分散水流嘅衝擊力嘅。咁石井橋3個楷書大字刻喺飄帶形嘅石雕上面，保存得幾好噶。咁原本喺橋頭東西兩邊咧都有亭嘅，咁可惜西亭咧後嚟就拆咗啦，而家淨得東亭嘅啫。個亭頂咧就係用綠琉璃瓦噶啦，咁石柱加鋼筋水泥結構，咁睇得出咧民國重修嗰陣時咧就改過呢個材質噶啦。咁喺橋東邊仲有座紅磚砌成嘅碉樓，咁每層咧都好搶眼嘅，舊陣時咧專門用嚟把守呢條要道噶。雖然而家石井橋冇咗往日嘅繁忙，但係100幾年嚟經歷晒風風雨雨，依然靜靜咁企喺度服務街坊。咁2002年呢，省政府就將佢列入為文物保護單位。除咗佢嘅建築價值，更重要嘅就係佢承載住廣州人抗擊外敵嘅集體記憶。咁大家經過呢度可以留意下佢橋身嘅細節啦，摸下嗰個歷史嘅彈孔，感受一下呢座石橋無聲咁喺度講述佢嘅故事。